大家好，講起基督教同埋中國文化係兩個好唔同嘅體系嚟嘅，無論喺語言啦、文化啦、世界觀啦、價值觀，甚至係思考方式上面咧，都係大不同嘅。如果我哋睇返中國基督教嘅傳教歷史，我哋會見到早年來華嘅基督教傳教士，佢哋好努力去揾基督教同中國文化之間有咩嘅共同點，去作為一個福音嘅切入點。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傳教士亦都要去掌握得到基督教同中國文化之間有咩差異，佢哋要努力去克服呢一啲嘅障礙，以至能夠好有效咁樣去傳福音。基督教同中國文化呢兩個咁唔同嘅體系，當兩者相遇嘅時候，會產生點樣嘅碰撞，產生點樣嘅磨合呢？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課程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導論》所要探討嘅課題。我哋喺呢個課程裏面咧，會由中國文化嘅結構嗰度出發，我哋會去審視一下喺中國文化裏面天人關係係點呢？宇宙觀係點嘅呢？我哋亦都會探討個人方面喺中國文化裏面好關心就係道德嘅問題嚇，個人嘅道德倫理，人點樣去走上一個成聖嘅旅程呢？呢個旅程又有冇終點嘅呢？我哋亦都會去探討喺中國文化裏面對於政治、社會、倫理嗰個嘅關係係點樣，以至於民間嘅信仰點樣去塑造一個中國人嘅思維，都係喺課程裏面咧，我哋會一同去思考嘅。並且我哋唔單止去考察，從一個歷史脈絡裏面，基督教同中國文化點樣去碰撞同埋融合。並且咧，我哋亦都會去睇下教會喺本色化嘅道路上面，一直係點樣去努力同埋作出思辨嘅。所以誠意邀請你一齊嚟參與呢一個學習嘅旅程，喺信仰同埋文化嘅張力之間，我哋一齊去思考，我哋喺呢個時代點樣去回應福音嘅使命。